这位神是可以应许你在你的祈求过程当中来经历他丰盛的恩典的神哦。那我们一起来看作者或者是诗人他怎么样经历，你呢？你是不是也这样的经历哦？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所要看的经文，牧师来读单数节，那弟兄姐妹来读双数节。57篇的第1节，上帝啊，怜悯我，求你怜悯我，因为我来投靠你。我要在你翅膀下求庇护，直到灾难的风暴过去。我求告至高的上帝，向供给我一切需要的上帝祈求。他要从天上答应我，救援我。他要击退压迫我的人。上帝要向我显示他的信实和不变的爱。我被仇敌围困着，他们都像吃人的狮子，他们的牙齿像枪，像剑，他们的舌头像锋利的剑。上帝啊，愿你的伟大彰显于高天，愿你的荣耀弥漫大地。仇敌张开网罗，要捕捉我，我被灾难压倒了。他们在我前头挖掘陷阱，自己却掉了进去。上帝啊，我心坚定，我不动摇，我要歌唱，我要颂赞你。我的心啊，醒起来吧！情啊，色啊，醒过来吧！我要把太阳也唤醒起来。主啊，我要在列国中感谢你，我要在万民中颂赞你。你永恒的爱上达高天，你的信实高入云霄。一起来，上帝啊，愿你的伟大彰显于高天，愿你的荣耀弥漫大地。一起来祷告。主，谢谢你，愿你的荣耀遍及诸天，愿你的恩典降下在我们当中，愿你的话语滋润我们的心，愿你的话语也让我们看见盼望，即使我们现在正在困境当中。谢谢主，开我们的心窍，看见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我们的一切幸福的源头就是你。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大家平安。最近我们看那个 FB 啦，或是这个 YouTube 电视一些的资讯报道都在报道，在6月10号、11号这个所谓的歌坛东方不败，他是讲谁啊？张清芳认识他吗？不认识你不要躲避你的年岁，好不好？感谢主他在生命当中经历了婚变嘛，经历了好多这些的他心情的起伏，他环境的转折他在6月10号、11号也在小巨蛋台北小巨蛋举行演唱会25000名的歌迷可说是座无虚席那他有一首诗歌叫《水深之处》，里面有讲到凡有气息的都要歌唱，渴慕更多更多有你，水深之处与你相遇。这首诗歌好像让我想起彼得，他们很累了，很疲累了，捕不到鱼耶稣说什么？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捕鱼。在白天还是晚上？白天白天抓得到鱼吗？他说我们整夜劳力毫无所得了。是我专业还是你专业？但是彼得没有，彼得怎样？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结果呢？有没有捕到半条鱼？没有啦，都是整条的，对。
2船哦，2船的鱼都满满的，对不对？快要沉下去了，快来帮忙！他们经历了在那个软弱、疲乏、没有能力的时候，耶稣讲了一句话：但依从你的话，顺服的时候就怎样？哇，满满的，哇！所以张清芳他在要安排这首《水深之处》的时候，他的团队告诉他说了：不要啦，这个歌迷可能不喜欢听这个圣歌啦。但是他能够勇于公开的在所有的人的面前公开表达他的信仰，他是一位基督徒，他怎么样经历过水深之处，他怎么经历过那个旷野的生活。我们来唱看看好吗？唱一遍看看哦。来帮我来，上面那一个，稍微调后面一点好吧，就开始要唱那里。对，耶稣对西门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嘛？神要给他的更多，是要他爱神，不是爱这些鱼，不是爱这些的物质。你如果比较聪明了，你就爱主，爱主就把全部都给你了。一起来唱。你的话是神的道，当我渴慕你更多，带领我进入水深之处。你的荣光覆盖我，你的气息吹向我，让我认识你更多，带领我进入你心深处。耶稣，我们可以跟着唱哦。你的荣耀吸引我，你的话是我温透，让我渴慕你更多，带领我进入水深之处。你的荣光覆盖我，你的气息吹向我，让我认识你更多，带我进入你心深处。耶稣，耶稣，耶稣，渴慕更多，更多有你，渴望深深与你亲近，有你荣光照耀的地方，凡有气息，凡有气息都有歌唱，渴慕更多，更多有你，水深之处与你相遇，淡淡贴近你的心，心中呼求你，心中呼求主，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耶稣，耶稣，我爱你，我爱你 ，with all my heart, with all my soul, all my mind，耶稣，渴慕更多，更多有你，渴望深深与你亲近，有你荣光照耀地方，凡有气息，凡有气息都要歌唱，渴慕更多，更多有你，水深之处与你相遇，淡淡贴近你的心里，心中呼求你，心中呼求主，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耶稣，我爱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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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耶稣，渴慕更多有你，更多有你，渴望深深与你亲近，
有你荣光照耀地方。有气息，还有气息都要歌唱，渴慕更多更多有你，最深之处与你相遇，淡淡贴近你的心意，心中呼求你，主爱你。好，可以了。好，这一首可以回去 YouTube 啊，你点水深之处啊播放就可以唱了哦。在水深之处看到彼得他老无所获，但是当他听了上帝的话，听了主耶稣的话啊，顺从他，我们就看到他经历啊，那个白天根本照他的专业抓不到鱼，但是满满的鱼在啊他遇见了主的当中哦。大卫也是一样哦，虽然大卫，我们看57篇，我们最近在读诗篇，57篇大卫是他在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扫罗听到他在哪里，就约佢家呀，对吧？哦，等一下我们会来看哦，你如果看你的圣经哦，它的标题写什么？我们大卫他的心境可以让我们体会到哦，那种软弱无力哦，是无依无靠的时候，又可能如果在亚杜兰洞哦，在其他的地方有一群人呢，大概这400人哦，跟着他，这一群人都是怎样啊？欠债的啦，被逼迫的啦，心里面哦烦闷的。我得还呢，然后又跟随着一大群那个很烦的，那你是不是有够烦？你做一个领导者，我自己都有很烦了，然后400个人把他们的烦都告诉你，会不会更烦？会哦。所以我们看他可以体会他的心境，所以也唱靠调，你知道吗？这个哀歌透过这篇诗篇的哀歌，他向上帝来祈求哦。你知道吗？我这过去3个礼拜哦，我们常常唱哀歌，你知道吗？主啊，又要爬8楼了，你知道吗？我自己还好啦哦，那个牧师娘回来了，一到3楼，因为我早上下来我就不想上去了啊，我就坐在3楼，到晚上我才会上8楼。一回来，电梯还没好哦，不是说今天吗？我也觉得很烦的，因为又不是我可以决定的哦。那所以我就一直祷告了，主啊，拜托了，好不好？因为明天又要告别礼拜，然后呢又要礼拜天又要礼拜这样，我就祷告，我就向神求，我也打电话给那个经理，我说拜托好不好？你们的工班团队真的是很用心，你知道吗？那个硬体6天就完成了，然后呢，那个测试也几天就完成了，现在就等你们的程序，好不好？礼拜5，拜托，我还打给他我最后一个主管那个欠他盖章但是他没有进公司我说明天礼拜6，感谢主，明天是补班呢。明天是补班日，所以我就祷告主他也说我赶快追，结果感谢主消息来说，哇，看到那一张的证明，你知道吗？那一张的证明，安全证明，如果你去搭电梯就有那一张我们就是等那一张了。然后早上10点多入殓，主持入殓火化，回来的时候，哇，要来交替了，感谢主所以你知道。我知道大卫的心境嘛，所以弟兄姐妹，在你很烦闷的时候，在你真的好像快撑不下去了，本来预定到6月底还有几天？今天18号这还要快2个礼拜，你可以想象哇！所以我有一些包裹我就拿到3楼而已我不拿到8楼所以感谢主你知道那种如果你自己去体会的时候，你才知道那种心境大卫也是一样，在被追杀、无依无靠、无助的时候，然后叫他结攻，你知道吗？到非利士人那边到其他的王那边
要装疯卖傻呢，那嘴软会老了安尼了，要骗他们。所以你知道他的心境是怎样？在那种困苦、患难、危机四伏的时候，他就是在这种心情当中向上帝祷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暗在被挖课上了，那最终就是主啊，我来依靠你。我常常在牧养的过程当中，就遇见了弟兄姐妹他们在难处的当中哦。医生说，不可能啊，死啊啦，要死啊啦，然后你们预备啦，对不对？就是这样。妈妈是长老，问我牧师怎么办，我说我不晓得，但是我们来祷告啦，咱来祈祷啦，我们来祷告，我们剩下就是祷告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祷告一定要有对象嘛，所以你要认识那可以让你祈求、求助、让你帮助你的那位神嘛。如果你不够认识他，你怎么向他求啊？你可能只局限在他可能只有让你生孩子而已，他只可以让你怎样？最近我听到这些年轻人，哇，感谢主啊！本来照医生的讲法是不大可能再怀孕了，但是怀孕了，哇，还是雄性的啊！他们自己在那个 FB po 的哦。感谢主哦，认识可以帮助你的这位上帝，这个是我们要做的哦。然后认识可以经历的恩典，这是神做的，好不好？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哦，透过诗篇，在困境当中，你怎么呼求？你怎样呼求这位神来帮助你？特别是在你心烦意乱，特别在牧师说：“哎呀，上帝啊，你真的。”你差派这些公班天使哦，他们很快就完成了，但是就剩这程序啊，还要等多久？就在那心烦意乱的时候，我们看到大卫他也是一样哦，在逃离这个扫罗的追杀的过程当中，他所遇到的困境。你知道大卫为什么被追杀？为什么？上个礼拜刘牧师有讲，就因为群众唱了一首歌，什么歌？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怎样？卖唱较好啦！你们唱了这首歌，让我被追杀，你知道吗？所以引起到扫罗心里的这样的嫉妒。他不是作乱，他是为了他的军队赢得了胜利的，但是竟然引起了扫罗王的嫉妒。为什么我杀千千，他杀万万？所以扫罗就视大卫是为他的什么眼中钉，他的威胁他的王位，可能要取代他成为一个新的王，所以因此无所不用其极来追杀他。他跟非利士人战争的时候，听到大卫的消息，就赶快就召集军队。多少人来？要抓一个，派3000，有没有？撒母耳记上，我们如果去看在撒母耳记上24章，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来看22章、24章，可能在哪一个洞穴不大一定，但是就知道他躲在洞里面哦。他的心烦意乱，是因为扫罗要追杀他，导致他心情烦闷哦。有什么事也会影响到我们，可能你的工作、你的情感、你的家庭哦。我们一起来读，再来读一遍来。仇敌张开罗网要捕捉我，我被灾难压倒了。他们在我前头陷阱，自己却掉了进去。那前面就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被怎么样捉捕捕捉他敌人设了网罗，所以被追杀，心情会好吗？不会啦哦。那我们来看，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会追我们的是什么？可能压力，什么样的压力造成你的负荷哦？所以工作上呢，你的课业啦，或者是你的经济、你的财务，可能都会导致怎么样？心里面的这样的压力哦。最近我不知道我们有看到一个新闻哦，就是大陆河北省的这一个三河市
有一位25岁的女子啊，为了什么跳楼自杀，你知道吗？为了房贷，她买了一间房子哦，买了一间房子，她用300万人民币哦，大概台币1300万哦，那买了一间房子，那她要还清贷款的时候要还到多少，你知道吗？啊，就是大概500万哦，500万大概2200万。哦，怎么差那么多？那个大陆的利息那么高哦，所以啊，最近因为房市的波动嘛，对不对？他想要卖大概剩150万，所以剩台币650万。他一想，我怎么还得起啊？所以就从9楼跳下来，结束他的生命哦。所以因为心烦，因为压力，因为这财务的关系，导致让他怎样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有时候我们也会被钱追的我们追钱也追得很辛苦，对不对？有时候也被钱追到怎么样那个债务追到很辛苦甚至有人心生绝望第二个，我们看到人际之间的压力那个冲突啦，或者是失去了好友这样的一个人家不理你，或者你不理人家，情感上的，或者是在社交上面最近我们也看到这个跟人互动真的都要很小心不然你要先问舒服吗？不然会被告，你知道吗？要先问可不可以这样真的我们在整个人际压力就会造成什么？造成紧张造成有这些的压力第三个就是健康健康出了问题，你知道我们在跟姐妹视讯的时候，哇，搞咩事啊？但是我们只可以寻求神长期的患病，你就知道那个痛苦。那个慢性病有时候很多，现在很多长者会自杀，就是因为很孤独，然后又慢性病缠身所以后来就不想活，没有人理他。所以我们最近德福在看一本书松柏的生活就是在讨论，就说我的生活可不可以有这个再创工作上的第二春，或是把你的技能技艺来提出来分享当他可以分享他过去上帝给他所拥有的这样的才能我觉得会唤起他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你知道吗？不然我们常常我老啦，老灰就老个减会不你知不就是没有用的意思我说不会，不是。我们就放那一个摩西奶奶老奶奶80几岁还学画画，90几岁还开画展你也可以，你知道吗？上帝给你有不一样的恩赐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这个健康是引起我们身心情绪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最后一个是失去其实还有很多的因素牧师只提到这几个。就是说，让我们心烦意乱。你想看看，现在让你心烦意乱有哪一些事情？之前困扰我就是电梯还没有好，你懂吗？对，特别我上个礼拜有分享我服侍回来，那个去医院去殡仪馆回来的时候半夜了还要爬8楼，哇！因为服侍完，我真的有一点想睡觉了那爬到5楼的时候，你就知道那种很疲惫不过今天一按那个从1楼那个电梯很快到8楼，你知道？8楼到了还会跟你讲说我到了这样感谢主你知道那种失去的东西还好失去亲人的那种情感，实在是有时候没有办法走出来。很多弟兄姐妹到现在几十年了，或是好久的时候还没有办法走出来，心烦意乱怎么办？来祷告吧。第二个，我们看孤独无助怎么办？逃亡的生涯对大卫来讲，在那段时间很辛苦，他被迫离开他的家园，他的亲人。如果你去看他在这个撒母记上22章那边我们就看到后来听说大卫在哪里亚杜兰那边或是哪里他的亲人才敢去跟他会合，还要被
这个外国人监视你，知道吗？所以还要请求，我可不可以跟家人在一起啊，或是有这样的互动呢？你知道那种无助吗？那种孤单哦。所以我们看到大卫在57篇的诗篇提到自己的灵魂，就好像在狮子坑，在那种被包围、想要吞吃他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所以他住的不是房子，他住的是洞穴。是洞穴，我们去旅游住个洞穴旅馆还不错他哪有那个床啊，哪有什么，对不对？我们去土耳其的时候就会指定说要住个洞穴旅馆哦。那有人也会小嫌着，你知不？那个床铺怎么有那个沙子啊？他说住洞穴当然会掉沙子啊，只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嘴巴不要张开就好了。但是我们看那里面设备很不错啊，就会有新的体验啊，对不对？副村长我们住隔壁这样所以他的心境就是说我无助，然后这些仇敌又好像猛狮一样，好像这利剑要伤害我，要吞吃我。你知道那种孤独无助的时候第三个到底他生命遭遇了什么样的威胁？对你来讲有什么样的威胁？对我们姐妹来讲，是新的病毒又让她就发烧，然后退，发烧就退，一个时间就发烧这样。所以我说，开视讯好不好？买了，牧师，我今麦钱有贵啊呢。我说不要这样讲。神在我们身上都有不一样的荣美，好吧？就用视讯跟他祷告我们怎样祷告？知道他现在的心境、他的情境、他的有病毒，又发现新的病毒，好，我们就照这样祷告。耶稣，我奉你的名来捆绑这些离开，然后祝福什么？你希望什么？你让烧赶快退，或是怎样？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在为这些住院的姐妹在祷告。他也在群组说：“牧师，我7月2号我要受洗，这样。”反差很大，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众人的祷告，弟兄姐妹，众人的祷告让他的心能够觉得在无助、孤单的时候有神的同在陪伴，在那生命真的是威胁、肺部浸润或是怎样的这些的情况，生命遭到威胁的时候，你知道吗？那种孤独感，那种无助感，我们就需要神的同在不是你可以控制、可以影响的，只有神。你知道吗？那生命在神，就好像我刚才分享的那个妈妈，那个老长老来告诉我，牧师怎么办？医生说没有救了啦。我说祷告。我们如果去看那个标题写说大卫在逃难躲在洞里大概有2个就是学者所提出来的，大概是在22章第1节在亚杜兰洞，他可能在躲在亚杜兰洞。另外一个就是我照的这个在隐基底隐基底，这个是牧师在以色列的时候照的这个地方。你看，其实远远看看不到，但是近看把它放大，它是有一股泉水，一股泉水。所以在那里变一个观光的景点。然后我有一次去的时候是有水我看一些孩子在那边玩你知道在沙漠在旷野有这样的水容不容易？不容易。但是他就躲在那边，然后在撒母耳记上的24章这个可能我们就比较清楚，比较明白，因为我们上次读过撒母耳记上嘛，对不对？诗篇读完，我们接下来要读什么？撒母耳记下啦。这个故事在讲什么？他躲在洞里面，然后扫罗因为肚子怎样？想要大捷所以就跑进洞里面在舒服的时候怎样？大卫不是说他放得很臭这样就是说有机会，他的同伴、他的手下说机会来了，你可以杀他，对不对？那他有没有杀他？没有，他只割下他的那个衣袍
我们看到他连割这个，他心里也觉得过意不去，因为扫罗他尊重扫罗是上帝所拣选的哦，连哥哥这样有一个一跑一脚哦，他都觉得啊对不起神，你知道？所以你看这位大卫，他对神的关系跟敬畏哦。所以这边我们看到这个事件是刚才我所讲的，为了扫罗他在作战的时候，然后又听到大卫的消息，然后呢派了3000的精兵呢，不是随便选，是精兵哦。圣经告诉我们说，挑选，如果你去看撒母耳记上的第24章1到4节哦，我大概念一下。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告诉他，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然后呢，扫罗就从以色列中挑选3000个精兵，然后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然后去就是要搜捕他，要置他于死。所以你看他的生命是遇到这样，他居无定所，他没有像我们那么舒适有床睡，他要躲在洞里面。刚才还提到，就是在亚杜兰洞那个地方他有400的这些的被迫的啦、欠债的啦、招楼的啦，然后心里面烦闷的跟着他。你知道他的处境，所以从他的身心灵来讲，完全是一个濒临怎么样溃败这样的一个临界点哦。但是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抒发他内在情绪，就是祷告。透过祷告，我们成为好像诗歌这样。透过靠调，你有唱过靠调无？兄弟啊，你嘛拜托的，帮忙，对不对？你在哀求他，你在很痛苦的时候，主啊，你救我，你医治我。我想我们每个人很多不一样的感觉，真的承受不了，没有办法，因为亲人的关系或者是自己的关系，你真的受不了了，哀哭了，向神哭求。我有陪伴我们弟兄姐妹在那种祷告的过程当中陪伴他们，然后为他们安慰他们祷告。这是大卫在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能够怎么样在困境当中还能够赞美。所以你看后面，前面哀后面怎么样赞美前面哀赞美，哀赞美这样。所以你看很多的诗篇是这样在困境当中，他有一个方向，他有一个目的，他有一个目标。第二个说前面说什么？我们一起来看，来，上帝啊，怜悯我，求你怜悯我，因为我来投靠你，我要在你翅膀的下求庇护，直到灾难的风暴。你的灾难风暴是什么？他此时此刻是很需要什么？很需要保护很需要，好像一个山寨，一个保护，就好像用那个在大鸟下面那个翅膀有一个遮蔽，有一个遮盖。我们可以体会到，如果你经过大风浪，你可以体会到大卫他的心境他此刻躲在洞里，然后扫罗听到消息就追，听到消息就追，然后他就跑到非利士人那边，跑到摩押王那边，然后他要装疯卖傻，你知道吗？但是他为了就是寻求这样的一个保护，只等到灾害过去，他把自己的心投靠在上主的面前，他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帮助我。”我不知道你怎么样面对你的困境、你的灾难，还是只在那边埋怨？当孩子、当师母说：“怎么还没有好？”我说：“不是我可以掌控，但是我们祷告。”我就为这个经理祷告，我就为他能够找到他的主管祷告，我就为他说，如果他主管不在，至少有一个职代来祷告。我就很期待主啊，明天是要告别礼拜后天又要为了这些场地的安排，说主啊，求你怜悯好吗？求你真的帮助好吗？感谢主，主是听祷告的神，他的慈爱，他的信实真的不改变。我们一起来念来，你永恒的爱上达高天，你的信实高入云霄。
大卫再次强调上帝的上主的这个慈爱跟信实不变哦。特别是在他经历这一些的患难的过程当中，他知道他无处可躲，神是他的避难所。他知道这些敌人在攻击他的时候，只有神是他的保护。弟兄姐妹可以运用这些，我们来学习。你在心境面对这样的祷告的时候，你可以宣告主，你的慈爱永远不改变。我相信你的慈爱信实直到万代永不改变。所以诗人他可以体验，你也可以即使你是在那种很痛苦病痛当中，就好像保罗他好像身上那一根刺，说可以把我除掉吗？但是神没有，是透过他让他在软弱当中能够得刚强第三个，最后一个就是说，我们期盼大卫期盼他能够得到拯救，得到主的施恩所以在整个这样的一个诗篇里面，我们就看到他好像期待好像一只小鸟躲在那个一只大鸟的翅膀印下，求上帝来帮助。弟兄姐妹，他也是在提醒说，当你面对很大的困难，我们不要像那个25岁的，因为房贷的压力，然后就觉得我跳下去，我结束生命就一切都解决了。他留下的可能是给亲人更多的这些的哀伤，更多的伤害。我们也看到好多人，他面对巨大的债务的时候，怎么样一步一步走过来？有神没神很大的差别。所以诗人大卫他也在从这个祷告的哀歌当中，他恳求上主来帮助他。今天他也提醒我们，大小困难神都垂听。我们如何来到他的面前，怎么样恳求他来帮助我们？就好像张清芳他在生命当中遇到他情感上、婚姻上或是其他的困境。过去他的妈妈不要他开演唱会他最终就鼓励他，你就去开。我说我们有看那个演唱会，如果这个消息新闻也有报那他妈妈也在场，他有跟这个他妈妈有这样互动，跟他的儿子一起唱歌互动这样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他说他在他生命遇到困境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我读给大家听他的团队告诉他说，歌迷不喜欢听圣歌，但是他依然坚持要唱。他说，但是我唱的诗歌不一样，因为这些年都是上帝陪我度过的，都是上帝陪我度过这些人生的低潮跟难关。你呢？你也可以，你知道吗？上帝也帮助我度过好多这些的困难，在牧养上，在我自己的生命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家庭。你信上主是可以救助你，可以帮助你吗？是全方位、全面性的。你可以向世人说：“我要称谢他们。”就好像在诗篇最后的时候，我要让万民知道这位神是怎样的神。我要让万民知道，说你们可以依靠他，你们可以得着从他来的平安，好吗？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站立来到主的面前耶稣说：“我要赐给你们平安，这个平安是世人不能够给你们的。世人给我们可能是短暂的平安，耶稣给我们是永恒的，直到永恒的。我昨天也跟家属讲了，不要用你们的方法。你们妈妈是基督徒，是神为她预备一切的。人还想要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宗教的方式。”我语重心长说，你们不要用那些多花费那些这个金钱，然后好像要给家人什么未来的世界什么。我说不用，不认识神，真的你可能会付上一些不需要的代价。我只能够语重心长地讲我恳求圣灵来帮助他们。我们的姐妹是虔诚敬畏主，
神为他预备是一切丰富啊，不需要你为他做什么。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真的宣告主的平安就在我们当中。当你在唱的时候，你在宣告主啊，你是平安的主，是平安意念在我当中。耶和华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从头来。花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要叫我们将来有指望，有丰盛，有平安。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你。我们呼求你，我们祷告你，你就应我们。我们寻求你，专心寻求你，就必寻见你。平安，这是神所赐的意念。平安，平安，平安，这是神所赐的意念。平安，平安，平安，这是神所赐的意念。平安，平安，平安，这是神所赐的意念。我们一起来祷告。弟兄姐妹，你心里有不安的搅扰吗？你晚上有睡不好吗？神所赐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把你的重担交给他。当你浮现那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跟主说：“主，我把它交给你，把这些烦恼交给你，把这些重担抛给你。”我要宣告，你是使我们经历出人意外平安的主。
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谢谢主，你知道大卫在逃难的不安，那个恐惧。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有好多可能这些不好的这些人事物在追着我们，在追赶我们。主啊，我们需要你的保护，需要你的同在。病痛可能要寻索我们的生命，就好像狮子想要吞吃我们一样。神啊，我们要躲在你的翅膀荫下。主，你应许平安，你应许人不能给我们的平安，直到永恒的平安。谢谢主，在我们惶恐不安的时候，奉耶稣名来祝福我们弟兄姐妹，享受在神你的安息、你的平安里面，享受在主你的保护供应里面，享受在主你带领他在他的崎岖道路当中为他铺平，为他预备的恩典之路，也为我们预备。愿主耶稣基督，你在十字架上牺牲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胜过死亡权势的这样的能力，充满弟兄姐妹。天父，你的慈爱永不改变，你的信实永不改变。愿你的慈爱怜悯继续来护卫着我们。主圣灵，恳求你感动我们，渴慕溪水一样，如切慕溪水的渴慕放在我们心里面，让你的圣灵充满启示我们，可以在基督耶稣里面得到更新，得着力量，得着盼望，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Amen。耶稣是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耶稣是生命，一切黑暗的亮光。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将忧伤变为喜乐，将惧怕变为力量。耶稣是永恒唯一的盼望。我们的聚会到这边，我们彼此来祝福说，愿主的平安赐给你我们请坐